来看国民党指控民进党的立委陈定辉的中营大学经营管理研究所的博士论文有1/4的内容是抄的，真侪拢是抄维基百科。也毋过陈定辉嘛是出面回应讲，伊讲拢是家己写的，绝对毋是抄的。伊要求国民党回实的。今仔早起，伊嘛去台北地检署对国民党提出告诉。民进党的民意代表搁在谈这抄袭的风波。国民党指控民进党立委陈定辉的中营大学经营管理研究所博士论文涉嫌抄袭，经过比对，抄袭的比例25%，达到1/4。根据中营大学的标准，论文抄袭的比例超过13%就无算原创性，这代表陈定辉的论文已经超过标准。国民党讲陈定辉毋但是抄别人的论文，也无标明出自倒位，甚至真侪拢是抄维基百科。这就是很明显100%，你在论文的正文里面就公然显示出你就是在抄维基百科嘛。那各位，这是一份博士论文，陈廷飞是博士，读到博士了，连维基百科的抄袭的相关的内容、引注的内容都有问题。国民党表示将会具名检举，也质疑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伊的学论标准。这敢若是空随报纸啊领。陈定辉是开记者会反击，提出伊的论文捍卫家己的名誉。国民党，你要不要跟我道歉？讲迄当阵伫咧经研究的对北时阵，正拄好是桃园新界江这直辖市，台湾变做六都，所以决定做六都行政管理绩效的研究。尤其论文的文件有邀请行政院、立法院部分党派立委、六都的政府官员、六都的市议员来写。研究的底塔绝对是原汁原味。他们国民党的议员、立委、议长，当时候谁有写过我的问卷？有2个人写过我的问卷，一个叫江启臣，一位是杨琼英。陈定辉讲，伫立委登记进前，论文已经搁在用电脑确认过一遍。党会去考验，除了要求国民党是道歉，也去北检按铃申告，未阻止这种抹黑的风气。记者综合报道。